是蛮规范的，可是回来之后他又回到自己习惯的那一套粗犷型的打法。对对对。现在来看看猴子有没有什么把戏。是。好，这个看点非常的多，对，技术都非常的全面。一个跳膝。其实猴子很会挑对手啊，他之前是想说打这个吹流财，后来他觉得吹流财不够打了，他挑一个最强的军马别克。对。而且是挑最有名的。对。哦，好，太漂亮了。军马别克展现一个暴力式的砸摔啊，不过砸到地上要注意，我们的自由搏击有个规定，不能把对方的头往地板上砸，这样有危险的，有角度的问题。对对对，要稍微调一下。对。哎呀，有点滑，起不来。对。那军马别克要注意啊！你也进到对方的 guard 里面的话，又会被这个脚上头了，脚上头又被锁住了，要小心。是。这个地面器的时候呢，要求运动员的这种方的这种解套要得法啊，一个是谁能控制住谁，看谁还是解套解得好不好。对，所以这是一个技巧和力量一个较量。现在猴子用脚用膝盖顶住了我们军马别克的肚子，为他自己争取了一些空间。然后他的手一直把军马别克的头往下拉，越把头往下拉，我脚就要上了，又要上了，所以军马别克小心。这到地面技的时候手脚并用，对，所以这里边容易就是制造一个擒拿的一种方法。但是呢，以我们猴子啊这样的一个部署降服技的速度，其实好像还没有到黑带的水准。对对对，因为在过去格雷西家族他们在部署这些降服技的话是很快，几乎是秒杀。是，一瞬间他都部署完毕了，根本来不及逃。看来在地面技里边，我们的军马对，差了猴子一点。对。那刚才军马别克展现的是一个强力的一个摔跤的一个画面，是到了地面之后还差一点。对对对。其实他可以练习这些组合，他是一气呵成的，从摔到地面到整个拿，对不对？或锁，他是一气呵成的。可以采用一些重击。对。对对对，哎，就像迎击，像这种重击可以打这小组合。是。然后军马现在在调整体力啊，其实军马打了这几场，他就有一个比较共同的问题，就是他的体力下滑的比较快。是。就会出现很多就是让裁判会催促的一个场面。对对对对。对，其实军马的拳是很够力的，你的摔法也很好。对，他的力道还是有，所以这需要打一些组合来啊。这种冷拳去打还效果不是很大。对，他只打到了猴子的头顶啊。对对对。有起步，嘿，来，好，我打。再打。对，有，一定会痛的，猴子不要装了。可以在拳上来讲的话，军马别克还是占了上风，就发挥的拳法。对，但这一定要变化，做一个 S 型。对对对，哎，左下打之后呢，右上再补一拳，把这个线路变一变。对。叫你防上就顾不了下，防下顾不了上。是的。所以这里面一定要变化。要出乎对方的意料之外。对对对。那猴子又在耍赖啦，躺地上等你来。军马又不太想下去。是。现在这个僵局就是等裁判了，裁判又待会又把这个猴子叫上来了。对，美国的黑皮基他主要是想打入这个地面战。对。上。裁判说上来吧，因为对的。所以这样对着发挥自己的特长。场上的主动权就是你发挥你最擅长的那一部分。对，我倒，小心，地板比较滑，自己滑。好，这个一个鞭腿啊，腿法可以再丰富一些啊。军马想采取一个转身后踹，对，但是动作做了一半。好，现在教练很注重形象，要趁着这个休息了1分钟啊，帮我们的猴子整理一下造型，是，然后非常的周到，他们那边备有美发师，对。
下次可以做个补妆嘛，看有没有掉妆的再补一下。对，啊，这也难怪了，注重自己的造型啊。对，是。因为披头散发了，可能在这个画面上看起来有点狼狈啊，就不好看。这个猴子就打软腿了哦，滑倒了。对，这个场地比较滑一点。居马别克应该乘胜追击。哎呦，哦，对，刚刚一个后脚的低砍踢，后手的重拳都有。缠斗了。有哇，快！居马主动的 take down， 但是呢被拿到了这个手啊，所以双方的互相纠缠。对。现在居马还没有完全控制住猴子，一个膝击可以到肋骨，但是呢，居马别克还是不太敢。居马别克用全身的力量往前压，把猴子往笼边顶。是。啊，有人差点有，啊，有人跑掉了，因为猴子也控制住了居马别克的手，所以两个是互相控制住对方的。对对对，不得力，互不得力。对。很可惜哦，我们的居马别克的这么有力的拳法还没有完全有效的打击。是，双方运动员呢付出了很大的体力。是，啊，所以这个他是每局应该是5分钟。对，5分钟啊，净打5分钟，局间只休息1分钟。是，所以要有很好的体力才行。对。哇，一个膝法。好。但是呢，居马别克非常的强悍，顶住了这一膝。对。我们再次在地板对决吧。对，又进入地面。居马别克用他的身体的力量往下压。对。啊，他们的教练团队来到了笼边，赶快对居马别克做一些指示。站立可以。刚刚本来居马别克想说这个猴子往上踢行不行？其实是可以的，因为居马别克没有3点着地。对对对。是可以从下面踢他的头的 ，up kick 是可以的。那居马别克又有点危险，他头又被拉下来了。对。啊，当然，作为这个全屏呢，我们也希望就是说猴子能够展现出一些比较高明的柔术黑带的技巧给我们看一下。是。甚至来考考我们，他用的是哪一招？对。因为在其他比赛啊，有很多选手用怪招来考我们的全屏呢，看我们懂不懂。对对对对。目前还没有看到你的怪招，欢迎猴子放马过来。好，踢屁股。踢屁股。好，这个踢屁股。点到。是。这一鼓作气，时间不多了。我们希望居马别克赢，也要赢得漂亮一点。对。打几个非常漂亮的组合拳，对，甚至 KO 嘛。对。这个。哎呦。太可惜了，又被猴子跑掉了。基奥的这个拳法还是稍微这个差一点。是。那么居马别克应该发挥这一点。所以有效击打来说，应该是还是居马别克占了上风。对对。居马别克是重拳重腿。对。然后还有 take down 方法呢，居马。这个跳膝，这小心啦！居马别克已经中了好几次了。对对对，这个飞膝非常的对，非常杀伤力。对对。啊，居马别克也要跳，可是空中他就觉得打不到了，就算了。好，现在拼拳。对。好，有机会，猴子无路可退了。好，漂亮，对，这才是发挥对了，就对，撑不住了啊！对，用这铁拳，哎，居马别克再追，不要退，居马不要退呀！继续，对，猴子是你的，你不用动吧？对。哎呀，时间不够了，居马别克他聪明的话，他不要缠斗，哎，对你赶快吃掉猴，用拳打。哎，糟糕，又被猴子踢到了。真是的，居马别克，哇，结束了，太可惜了。我们再看一下踢屁股，到底呢？刚刚被这个扣分的是哪一个动作？哇，这个跳扣！有请颁奖嘉宾，英雄榜 AOW 董事长施斌，真武魂创始人刘。我们还有10场比赛，希望大家不要离开，今天晚上都是。